屯主的批种嘅样白送咗很多强猪歌，头摆农村乡下，路下乡嘅猪马走上嘅爱批种，如果抢强猪歌嘅人，屯猪种抢来批种。不过里面用人工输进的方式，都唔是强猪歌嘅。屏东嘉东高农学生保险课，如屯人工起进输进也得列做学生嘅必修课程。有位后生小阿妹嘅一开始感觉佢讲解。唔过克服嘅心理障碍，好多嘅技术，其實能擺係有前途哦。還有畢業生本國外搶做學徒嘅專家，月俸有10萬元。除咗以外，有嘅企業也都通過的學團管理、畜牧產品加工，甚至也下個實行嘅寵物美容也都，如包括提課場地度。比較多團產業加倍多，學校嘅韓團業者合作，本學生嘅去到校外實習。台灣嘅學生環境對上作為家庭式小規模養殖，都讓下嘅企業化經營。雖然需要嘅人力冇按到位，不過愛嘅係韓國有專業知識的人才，學校教育都可為學生嘅打下基礎。成為學生嘅除了改老組織做起來，讓地沙那領主殺工，而到底長6禮拜開嘅組織逐漸封殺。等於小改組織走來走去，兩位係偏度人家東高路有3部田口感熟悉資料，也啲組織係學生嘅偷到妹堅持幾條用出來嘅。偏度係台灣嘅居住台人，學校有嚟5條牛，300人扎街嘅之外，前2年還買嚟豬狗老豬媽，個學生嘅用咗少，還能對起勁、數勁。照顧住幾個豬媽，一起到肉也都都做參加。回到豬料南為這片，學生嘅老豬狗又到港務推後去，準備為起勁，小漢為風自由養嘅氣呢。就是先趕豬，然後之後讓它上架木台之後，就是它的陰莖跑出來，把包皮裡的尿擠出來之後，就可以開始了。17、18歲嘅小妹共起用班起勁，展現出專業嘅態度。上下電都係誰來嘅下午自殘。就是科裡的男生不會覺得有什麼，可是其他科的有些會有點在意吧。女生有她的特質，還有她的手法。那在這個部分女生她可以的情緒上面，她比較能夠穩定。有的時候不像男生脾氣一來的時候，可能就會扁公豬。不過唔係大三就開始出接受的，經過先生嘅訓練，就經上嘅成為學生嘅，都就吹條走兩行條路。多少都會怕，可是自己要去克服這樣。一開始的時候的感覺是什麼？就是感覺他很惡心這樣，對，就是然後什麼臭臭的怎樣都不敢接觸，可是其實還好，就覺得還蠻有興趣。那後來是怎麼克服的？就大家都一起下去啊，然後就看到大家都覺得慢慢接受這樣，好像也沒什麼。對，就覺得是一個課程這樣。當然剛開始有的時候是小女生，她看到這一個生殖器的時候，她會有所畏懼。如果你沒有辦法去克服你的這一個心理障礙的話，你可以做後部的部分，你來做這個精液檢查、精液稀釋跟或是這個精液受精的人工受精的這個部分。有3部田口嘅課程，主要本走3部分，除了畜牧生產、含包含類土木保健、老畜產品例如，訓練學生嘅有歸頭嘅專業知識，包括這個飼料的一個認識，然後飼養管理的一個實務操作，然後進入到動物的一個保健的一個治療或者是預防方面啊，這個是其實在整個課程上面。我們大概就在這3年當中，希望為這個畜牧的基層人的技術人才去打下一個基礎。左邊連接的那個位置就是連接在稻穗上面，你可以再給他看一次，來。透過立體顯微鏡看資料眼內嘅容額。資料càng kiểm tra門口，為圖學生嘅認識資料嘅體質，讓用得住。
人家1公斤是这样子，你的1公斤是这么大，你要叫你的动物吃到什么时候？你懂吗？就是它密度整个不够的话，会影响到它的营养成分。我已经吃饱了，可是我的营养不够。从饲料原料的认知到饲料的配置，那到饲养管理，这是一个整个连串的。当我要去配一个饲料，我必须要知道我应用什么饲料原料，因为我才能压低我的成本。那之后我把我配好的这个饲料再来喂饲我的动物的时候，看它的表现是怎样。饲料卡體項目生產成本溜到7上，運用嘅做好地主廣大成本係天出為學嘅考場，係那創造項目產業嘅附加價值，增加利潤係那創造。好，启动电源，它在搅拌。好，那搅拌的过程中，3不5时要打开来看一下它的哈。下刀的时候，记得下去的时候准确一点。某個微信區作好勢，條產業每隻嘅牛、卵、奶製品加工每次加做，加入好收益，每加息競爭力。我是想要是这种给学生一贯的那种饲养到加工的过程，是这样子，比较有连贯性。甚至你以后出去创业，这个也是一个规划的想法吧。你饲料唔可以推流行吧？月挑拍主破賣價提咗5000嘅元，唔過之後溫挑送到進來，起價度加工3次出入3倍以上。也貴族嘅人廠臘肉、嫩肉、肉脯、肉湯先來掠到，就下係學生嘅宣告。常常同學生講，迄愛不愛鮮啊，而且買豬肉啊，唔鮮肉豬的，因為肉豬的過辛苦。像豬肉1斤，講88，眼前關一人啊可以賣到100、120、150啊，它的附加價值是比較高的。不會 focus 在只有畜牧飼養的部分，那畜產品加工，然後或者是未來進階的，從寵物美容或者是獸醫助理，從這些方面，其實他們的工作是比較多元性的。所以其實路還蠻寬的啦，食這都袂夭死啊。屏東係農業大縣，為到運行改良型農業市區，嘉東公路連民國26年成立，條行馬長一半，包圍半數老靠片沒見來見到。那一開始呢，也很簡單的成立一個班而已，還不是學校的性質。那後來呢，就慢慢的農業的需求越來越多，所以就會有後來的一些科成立。包含第2課農業經濟、農業機械、老後3部課課領導，都係以農業類科為主，為培養農業專才，還那希望做得到地方產業結合。那現在農業的轉型也是要靠這一批從高職這樣子一步一步上來的這些學生他們將來要進修的，或者是說直接就業呢，在業界接受到一些訓練他們有更新的一些創新的一個概念那讓我們的農業呢，就是往更精緻化的一個方向來發展。從數報告來講，一般台州40個學生呢，還能無下入走入山相關條路嘅，平均台州5到7歲。學生呢容易打拍講係讀好考到，未容易係本身都對同為有興趣。就該是係上一隻無下嘅產業。就豬場的，然後養豬養牛幹嘛？就是外面還蠻摸不到的東西，這裡都會教啊。然後還會解剖幹嘛的。最喜歡哪一個課程？我比較喜歡豬場吧。因為家養豬，所以想繼承家業然後爸爸就也希望我能就是傳承下一階段，因為爸爸就想說，因為現在科技很發達，所以來學校學一點知識，然後在家裡有行業，然後再自己摸索。會從事的話也是因為就是從小就興趣就在這邊，然後所以就已經決定好要往這邊來學習這樣。那念了3年之後的感覺呢？就很開心，就沒有選錯，就找到自己興趣，然後也有學到需要那個，就學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就以後也用得到這樣。以往我們的學生常常畢業以後，他還是整個社會上需求的還是服務業啦。那現在事實上，整個的看下來如果學生願意從事畜牧業的，大概差不多1/3。上次我們看到那個
为到位伫學校好多間攞產業接嚟到，學校處傾嘅熱情提供產業共下合作，為學生嘅實際去到現創作來體驗。專心訓練，收入都有，有報考嘅學生嘅當地嘅人努力辦大計套嘅，為到推廣客家人嘅文化，正翻中的屏東昨天成立了2間推廣中心。還能冇恐怖嘅，留任嘅技術教學生嘅。學校嘅教嘅個比較先個法，和冇安全。我哋一邊比較嚟講，對嚴格一方面個準。當然學生嘅學嘅基礎同我哋呢配合也冇問題。問題嚟講，學生係可以多學習一啲技術，對於未來嘅發展機會個多啊。冇能講只是讀書。書讀很多，但是不見得可以用，因為他們常常是什麼手術完要給我看什麼資料搞完，這個動作其實就是判定什麼他到底有沒有手術成功。來，好，動作稍微慢一點哈，要稍微觀察一下這個雞到底有沒有正常在吃。收穫還蠻大的，就是因為你不只學到醃雞的部分，你會了醃雞的技術，但是然後你還會飼養方面，你也就是這邊老師也都有教飼養方面啦，還有他的管理。學校是比較像教學式的，就比較課本。然後雖然說有實作，不過比較不會像現在這裡的這樣。這裡的話就像是比較現場式的，就可能會遇到許多學校比較遇不到的事情。兩個副客客影響大師兄嘅，就係記得最近畢業嘅學長，第二位就係報告嘅。學校出入就算是簽到相關嘅條路。基本上一天有欠後3年，按我哋嘅想法嚟講，對學校都可以試嘅。唔係講等到伊畢業嘅時間，等到伊喺沙飛方來免講鼓勵做一種產業嘅話，有困難。台灣有產業環境經改變，透過係家庭世界小規模為主。一下通亞都係上千甚至係上萬隻嘅大規模企業化中區，運用嘅睇到市台係重要課題。喺屏東內部有台灣本土無主嘅嘅車途中係主弄體育台，偏靠台項目內畢業，經歷過早期傳統中區市台，未接觸過學校嘅專業訓練。佢講，協助產業喺台灣係發展到東灣住嘅產業，所以未當競爭，運用了提升專業，出動出招。以前我哋睇年曬，佢哋可能冇讀到冇受過專業嘅知識，佢哋都人工慢，佢哋都拖慢，都做慢事情。可是我哋受過一個專業嘅教育之後，我哋要輕重要嘅時常講到，我哋對以前嘅知其然，都變成我哋知其所以然。透過規模式人工島，一下規模係建來建大，仲科技企業化嘅模式來建設。雖然私人嘅人工相對變少，不過實私人還能有專業知識嘅人才。其實個學係個通識教育，嗰時學可能過一般性，可能應用到啲現場嘅時間，可能我要經過深度去磨合。當然。呢種專業知識係一天要具備嘅，嗰時有個落差，要自己用靠自己自己去彌補好了，咁也係清楚。嘉東高農學報考，今年就39歲畢業，最為今年老屏東科技大學同副科學老學生內合作產業專班，所以批出過後將會用23變做偏科大嘅先生，對學生嘅來講係技術學習、提高能力嘅好機會。做這項事業做專業，後生人先產業到有3兩倍，大家都夢諗也得學唱歌，為台灣有產業加入新發展帶來新氣象。